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18公司第2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首先，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国内今仔先增加2例境外病例，明仔载保利桃园病院特别恢复营运。过年期间有1成的人员留伫病院准备。台南市政府甲武庙讨论决定，讲今年咸水香仔炮会伫固定的地点，甲已经做好的一寡炮仔声放掉。昨昏一台往台东的客轮拄到透大风，船顶的天棚落落来，乘客是惊甲皮喘。气象局嘛继续发布大风特报。新闻开始，咱来看国内今仔日增加2个对菲律宾跟马来西亚而来武汉肺炎的病例，针对德国的 BNT 传出讲要卖辉瑞疫苗给台湾。指挥官陈时中伫今仔下晡的记者会嘛有上解新的说明，那么做回来听看卖。好，那我们今天有新增2例境外移入的案例那是一位是从菲律宾，一位从马来西亚大概德国 BNT 透过这个路透社发表了个声明那我们当然是欢迎的那 BioNTech 它的声明里面有讲到要协助世界终结疫情的声明那基本上也是展现了德国人道医疗的一个情操了那我们表达感谢跟感佩。那我们相信 BioNTech 一定会排除万难那及时签署合约与台湾一起终结疫情。我想这个台湾的晶片受到全世界的欢迎，这是一件好事情。那不过跟疫苗之间，这里面是一个各为独立的一个事件。那我们还是要持续保持一个联系那我们一直只有跟 BNT 往来那至于在上海复兴这边并没有直接的接触。咱再来看保利桃园病院，明仔载特别恢复营运。伫过年的期间大约有1成的人留伫病院做准备。有真侪民众嘛正期待讲病院会使正常运作，来方病院看病。看诊甲提药的病人真侪，桃园病院捐助案是结束啊。19下正式归队防疫电线，回归的前一天，病院各部无形最后重启准备。看病的人也希望桃园病院能赶紧恢复正常营运。还是只能够拿药，就是一个医师要拿好多颗的药，大家一个医师要看几百号，希望这个赶快过去了。春节期间，桃园市各病院流感甲肠仔病毒案件拢减少，急诊人数比往年减少3成左右。病院能量充足，市府协调11间急救责任病院开血联防调度成功，早期会继续协助桃园病院恢复营运。针对布桃恢复营运的部分呢，我们也提供了充足的防疫物资。那未来也会针对感控的部分来予以做相关的一些协助。桃园病院伫春节期间优秀1%增员，做复原前的准备工作。重启了分仓分流、欠命制定期的电子化等作业，拢会确实完成。19的复原启动记者会，行政长苏贞昌、卫福部长陈时中、桃园市长郑文灿拢会出席，给予上大支持。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美国上新的研究发现，讲英国的变种病毒甲美国加州的变种病毒已经组成一款新的病毒。有科学家是真烦恼，讲这款2种病毒甲做伙的变种病毒会愈较高烧化，抗药性嘛愈强。咱国内专家是表示对保利桃园病院的事件来看，变种病毒对一寡年纪较大、身体无介好的老大人影响是较大。新冠肺炎全球确诊人数已经破1.1亿。美国上新研究发现，感染率增加70%的英国变种病毒株，甲美国加州变种病毒株合体，形成新的变种病毒组合。科学家烦恼，这种新的组合恐惊使得新冠病毒的传染性甲抗药性更较强。对此，国内专家表示，为葡萄菌株验出美国加州变种病毒来看，对少年族群影响无大，不过对年老较会受到影响的族群，可能变成阴性时间会更较长。它同时涵盖第6世纪一个特色，到目前看起来好像暂时除了部分年老易受创族群的一个
重症之外，好像针对这些年轻的医护人员，好像它的影响不大。此外，有国外媒体报道，美国辉瑞药厂 BNT 实验室上新的研究显示，有高度传染性的南非变种病毒，可能会使得辉瑞 BNT 新冠疫苗抗体保护力降低2%。国内专家认为，关键在病毒变异的位置。如果你这个抗体是它变的位置是在接触点，就是钥匙跟锁的接触点产生变异的话呢，影响就比较大。专家强调，全世界无任何一支疫苗有100%的有效。虽然病毒继续伫咧变化，不过主疫苗也是有一定的保护力。何况辉瑞疫苗是属于血糖血栓疫苗，只要经生病原体基因序列，无定到短期内就会有更较新版的新冠疫苗出来。记者综合报道。玻璃糖园病疫疫情危机解除，本地宣布要停办的台南咸水芳仔炮甘美班又搁开始讨论。台南市政府甲咸水武庙讨论按算要甲一寡已经做好的炮仔城集中伫固定的地点来放，大型上主要的炮仔城嘛是爱取消。正万机炮拄炮台弹出来，盐水芳仔炮的为了，第二路去引正万人来参加。不过今年1月份，因为国内疫情的关系，台南市长黄伟哲宣布盐水芳仔炮等等的大型活动拢取消举办。不过对疫情等好，敢是要开放，嘛引起地方讨论。针对这件代志，台南市府经过甲盐水武庙讨论了后，初步达成改做小规模来放的共识。那规模改变就是说，主炮没有。主炮塔没有，但是其他的炮城有。那至于绕境的部分，我们尊重庙方的他的这个需求，因为现在其他的庙宇也是有在绕境。防疫计划，我们还是得请他们提防疫计划，我们来审。包括天眼或是其他的这个设施我们都在考虑的范围之列。咸水的芳仔炮就是为着要驱散瘟疫祈福，是当地的大代志，所以在地人拢会提早作业。目前已经绑好的小炮城超有30组，佮加上已经绑好的炮袂当放伤久，所造成的损失嘛要立即去思考。主办单位希望会当甲防疫措施做好，也是会当照常来举办。不过盐水国中的主炮城活动是取消。武庙的由来就是因为厨艺嘛，所以说当然大家会希望是能让这个疫情早日结束啊，所以说我们当然是希望能举行。暂停以后，他们以前就把炮城挡好了，市政府跟武庙来协调，看缩小规模啊，让这些炮城不要一整年就很危险放在他们的家里。台南市长黄伟哲强调讲，希望芳仔炮改做小规模来放，不过主办单位也是按照疫情指挥中心的指示来提报防疫计划，而且加入人流管制。希望会当兼顾防疫甲地方的民俗。记者综合报道。气象局今仔日继续发布大风特报，包括绿岛和南苏海上会有9级的阵风附近的船只都要特别注意。昨昏有一台往来台东南苏的客轮，烦恼下晡风会上头，所以提前伫早起开船到台东也毋过嘛是去拄着大风，船是摇甲真厉害，船顶的天棚搁落落来，互游客是惊甲皮皮喘。自透早停伫富公渔港码头的客轮，船身明显浮起浮落，港内会当感受到风影增强。也毋过在伫风影增强前，来往台东南苏的一只客轮为南苏开船登台东，想要到伫海上拄着强阵风，船身一度起落海甲真大来一片天棚落落来，船顶乘客惊到，小朋友也惊到哭。东西掉下来，天花板震得很厉害，整个那个天花板的那个整个掉下来，全部的人都在惊吓这样子。客轮业者表示，因为气象预报17下昼，历史南岛海面风影增强，所以将原定下昼为南苏开回台东的航班提早伫中岛前开船。船顶载114名乘客。船员讲，这只客轮去年7月才做好家庭航运，船顶装备拢是新的。落落来天棚可能是装电火珠较重，突然拄到3至4米悬的大型，船身断了海，才会落落来。是装饰用的东西，所以重量比它是稍微重一点，但是它是有电线，一些装饰是勾住的，理论上是不会砸到人体。乘客讲，船员等到航行到平稳的海域，才将落落来天棚装倒转去，也向乘客回示咧。船公司表示，会搁全面检查船顶的装备，袂搁发生物品也是天棚落落来情况。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新闻，咱先来看一位西班牙的嘻哈配歌手哈萨尔，伊写歌骂国王为了上过凶，互判刑。伊的支持者不满讲，伊互抓起来哦，伫街头甲警方发生冲突，有48人嘛互抓起来，20外人受伤。哈萨尔过去的歌嘛捌讹了恐怖主义、侮辱王室的成员，也毋过伊强调讲，这是伊的言论自由。巴塞隆纳连续2案无明证，示威者为支持被抓嘻哈歌手哈塞尔，将大型的粪扫箱冰倒向警方拼石头，也有人伫街路放火，真侪消防人员出动抢救。另外一边也有人摕大石头拱车，部分闹事人被警方抓起。Sobre algo que en principio es cierto también que se condene a nadie y que se le encierre en la cárcel. 哈塞11将家己反锁伫加泰隆尼亚莱利达大学，反抗警方，同时有50名学生被判伫边仔。经过24小时的对立，也是被带走搁送去加工。伊原本应该伫12就到服刑9个月，啊，毋过人无出现，警方就去抓人。哈塞尔被判刑是因为伊伫2018年第一首家己的歌曲写着竞争国王卡洛斯一世涉嫌贪腐的见笑带，讲伊是恶道老大。另外，还有64条推特大文牵涉煽动暴动，有的内容讲到西班牙过去的武装极端组织。哈塞尔认为这拢是犯罪，是言论自由。伊过去就保护侮辱王室、恶辱恐怖主义者相关言行被告去法院的记录，也引起社会关注。有家人、名流甲政客拢支持伊，佮要求修改所谓的封口法。这其实是2015年由保守派政府主导的公众安全法。西班牙左翼联合政府顶礼拜表示会修法，互言论自由的保障扩大。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再来看美国的德州热西细量嘛已经创纪录，嘛造成几啊百万户停电，有21人死亡。德州的电力系统因为结冰、无电、无烧气通用的日子，恐惊爱过几啊天。这场势嘛去影响到疫苗的配送。在美国德州，几百万居民无电通用，怎么也有真侪居民拄到水管白开的情形。路易斯维尔市消防队已经接到真侪这种通报。They go from one call, turn the water off, get another call, go turn the water off. When the water freezes, it expands. PVC pipe that's really old is especially brittle. 德州创纪录的大雪，伫17项也个落冻雨，天气这礼拜已经2天无电通用，无法度开烧气。We've been hit hard by nature this week, but we can't deny that some of this is a man-made disaster as well. 负责德州高社电力的德州电力调度中心讲，已经提早1礼拜营这场大雪，不过16早起情形恶化，造成发电厂无法度发电，有一寡风力发电机拢结冰，当时会当恢复供电也唔知。The ability of gas generators to produce, particularly at full output, and we had to reduce the demand to get the supply and demand back in balance. 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目前大雪落冻雨的情形正伫咧向东平线，唔让德州受影响。同款也发生停电的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无电通用的情形，恐惊会继续。密西西比河的下流的山谷、维吉尼亚州加北卡罗来纳州部分地区会有大量的结冰，这也是大停电的主要原因。这场大雪也影响疫苗的运送，有4个州已经甲预防性注射中心关起来。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最近，澳洲政府要求面册Google顶所谓平台转播新闻，应该付钱予澳洲的新闻媒体哦。目前 Google 已经同意，也毋过面册是拒绝。昨昏面册嘛宣布讲，要限制澳洲的媒体伫面册发布新闻，全世界使用面册的网友嘛无法度伫面册看到澳洲媒体的新闻咯。社群媒体头条面册网页显示，澳洲媒体新闻内容无法度普文，嘛袂当看甲分享。针对澳洲政府准备依法规规定，面册 Google 顶顶的所谓平台应该付费予当地新闻媒体，面册是做出反制。昨日宣布限制澳洲媒体甲使用者分享，也有看澳洲甲国际新闻的内容。We're absolutely standing firm with the code. I had a constructive discussion this morning with Mark Zuckerberg, and we've agreed to continue to work through some of the issues.
并且表示，欧洲媒体透过面册分享新闻，伫咧2020年赚超4.07亿的澳币，超市88亿的新台票。因为澳洲的立法误解面册甲媒体之间的关系。另外，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Google 甲面册就占澳洲线顶广告的81%，所以牵制这项法案是袂通的。甲面册拒绝接受无共 ，Google 宣布已经甲澳洲的3大主流媒体达成收入分享的协议。The principle is very clear. Google and Facebook are important parts of the digital ecosystem in Australia. They're important parts of the economy. We've made it clear that we want them to continue operating here, but we've also made it clear that if you do business in Australia, you need to comply with the law of the land in Australia. 包括媒体头人美大的新闻集团，嘛甲 Google 达成协议，来付使用新闻内容的费用。新闻传播学者指出，大部分的媒体拢毋是主观的，是因为面册主导地位，感觉有义务才加入的。澳洲政府是表示，会继续来甲面册协商。公司新闻电为人编译。再来看缅甸的军事政变已经将近半个月，也毋过国内局势嘛是阁真乱哦。目前有将近1000名的台商阁侨胞伫缅甸，咱的缅甸代表处嘛已经甲华航协调，伫3月底之前会安排3台专机，甲国人再返来台湾。听到一声一声的庆声，缅甸暗时一群军人手提顶部盾牌，拿等石头开枪，想要驱散示威的铁路工人，互民众是惊到唔敢困。缅甸发生政变已经要半个月，真侪民众就加入反对军政府的作为，军队战车嘛驶入去市区内底，互局势继续动乱。根据外交部的统计，目前还阁有真侪的台商甲侨胞伫咧缅甸。台湾驻缅甸的代表处根据甲华航协调，原本定伫即个月21甲28有2班飞台北的救援班机，调整做干那21班。另外，暂定伫咧3月14甲28还阁有2班协助台湾人返来，互原本返来台湾计划受到影响的侨民表示，感觉真安心。帮助很大，因为其实这边也状况一直就是在改变，之前就班机就一直改，所以觉得说还剩下一个班机刚好可以达成，所以说很安心。12点到这个第二天早上9点，我们都是被断网路的，然后呢，通信比较没有那么像以前那么通顺。所以呢，当然老百姓对这件事情是恐慌的，这种的一个氛围比较混乱的时候，也有一些台商是有选择要回去这个台湾的。缅甸机场也是无开放国际商业航班，毋过人道救援甲医疗后送等等的班机无伫咧关制范围以内。外交部指出，目前21个救援班机有5载乘客定位，机位也够有够。这几天下来，其实住处也持续的协助我们的国人以及有需要的侨胞哦，譬如说有需要侨胞跟相关的机构来进行这个协调。外交部提醒，有规划要返来台湾的台商甲侨胞，需要赶紧甲华航联络确认，敢是会当如期来飞，嘛会继续透过代表处甲相关管道向缅甸政局来表达关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以传媒的创办人黎智英，被指控早起佮交给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目前人是伫监狱。香港的终审法院顶礼拜嘛撤销会使交保的裁定，也毋过黎智英又佮重新来申请，今仔早起开庭，也毋过又佮传出讲黎智英佮予香港政府的国安处指控讲，伊协助犯人偷渡来台湾顶罪，佮予国安处的人掠走了。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早起甲交给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罪，去年底一度得到保释了后，佫被裁定撤销。关押到即马，如今伊佫一摆申请保释，香港高院18开庭审理。在伫开庭进前，伊也佫压伫试调价格，16暗时传出，予港府国安处伫价格中拘捕。即摆佫被控涉嫌协助12港人案中的李宇轩监督来台湾，添上协助罪犯，甲交给外国或者是境外势力2大罪名。另外，被掠还佫29岁律师助理陈子华，港媒报道，伊被控甲黎智英串谋流亡香港人，要求外国制裁中港，佫协助罪犯来台，意图妨害缉捕。不过，这一摆行动却被外界质疑，是为增加黎智英保释的困难度。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咱国内的新闻哦，伫今仔早起，嘉义市共和市场一栋2层楼高的起厝，伫半暝啊2点外熊熊着火，火嘛烧掉附近的4间铁厝哦。好佳在内底无人，虽然火伫半暝啊3点半就拍花，也毋过点头趁食的家私拢烧了了。目前哦起火的原因搁调查。消防车一台线一台驶来，因为市场内面的铁皮厝着火。18透早2点43分，嘉义市消防局接到报案，讲共和市场发生火警，随赶到现场布水线拍火。有民众讲，半暝看到铁皮厝2楼伫咧呛烟，赶紧报警。我就看遐咧呛啊，我就到头前叫迄个卡救护车，迄个叫消防车啊。迄差不多几点的代志？到10分前吧。看到迄阮新民岛顶头伫咧呛烟啦。我就行出来看，遐规个拢烟，甲我夹啊遐，就夹啊迄间就内底伫咧烧啊。铁皮厝2楼火烧甲正烈，抑阁一直呛乌烟。火是一直炭烧4栋建筑物，烧到铁皮拢规个变形。消防人员用电锯甲铁门锯毁，由水线入去内面拍火。好佳在这块铁皮厝拢是遭火打压使用，内面无大人。那到了现场哦，现场是一个铁皮联动的一个建筑物哦。那火势很猛烈哦，那有扩大燃烧的危险哦。那我们目前哦提升为3级火警哦，那全面在防止燃烧当中哦。真侪打的业者半暝接到通知赶到现场，也即个内人目睭金金看到大火一直烧，因为这款铁皮厝拢是一栋线一栋连做火，业者做生意的家私拢伫咧内面，也拢互大火烧害去。火伫透早3点半拍花，不过市场的门牌号码真复杂，所以导火的所在也个导火的原因也个会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屏东县政府经过5年的整修，已经爬行27栋的大塘屏东区的纸厂，目前嘛已经正做是全民公园。几年前的2月初5重新开放哦，也毋过打开放就受到破坏，有人伫公园内底乌白话，实在是真恶质。整理荒废27栋的大塘屏东旧纸厂厂，新起的屏东全民公园，规划有大片的水花草坡地、艺术品和娱乐器材，结合工业遗迹，是上新的娱乐空间。不过第2期的空间则伫2月5号开放，1期和2期交界处的地景草坡边的围墙啊，全部被乱画，有的各有1期，明显就是伫过年期间画的。孩子们在玩这个草坡上的一个游戏的时候，有发现大概有人画，他就跟着画，好。那大概应该是一个未知的一个状况来造成。看土石建筑起的全民公园公共便所，顶面用地景草坡，要互便所和公园景观结合，卖当降低室内温度。不过，说互囡仔认为会当乱画，县政府除了会加强巡逻，1礼拜来会请厂商赶紧重新整理。个人的那个画画的素质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哦。你展现出来会，假使不好看的话，等于是扰乱这整个环境的美了。涂鸦行为系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相关规定，一旦查获，将依规定予以裁处。警方表示，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会当处6000块以下的罚款。县政府嘛指出，其实全民公园内面有一大个公共艺术是开放，予民众会当用粉笔伫黑板画图。规则全民公园用5年时间重新整理过，呼吁民众会当共同来维护。记者李小燕、比较关屏东报道。去年台湾伫胃口第1的疫区除名，今年年初政府开放有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会使进口哦。为了要帮助饲猪产业升级，行政院今仔正式核定饲猪产业总经费128亿外的基金，农委会会用适当的时间来辅导咱国内的饲猪业。设立屠宰冷冻厂，补助运输车辆的温控设备，并且推动传统肉摊温控设备的升级。加强海外的拓展，提供外销奖励补助，让出口成长率达到20%以上，鼓励业者包括学校等使用国产的猪肉。那么从今年元月扩大开放猪肉进口至今，经过逐批查验400多批，完全没有含莱克多巴胺的猪肉进口，台湾猪肉占比仍然达到92%。行政院要打造饲猪国家队，128亿3000万的经费，有40亿会用伫屠宰场现代化、甲肉片冷链系统升级，经费是占上济哦。再来是要辅导饲猪场现代化转型升级，经费是31.4亿8千多万。另外保障猪农的收入，稳定产销嘛占33亿。
再来看农委会要推动肥料实名制哦，今年初嘛，佮预告讲对今年7月份开始要来推动农药实名制，也毋过基层的农民甲卖农药的店家是拢真反弹，因讲哦，现在买农药嘛是爱登记农业管理咯，实在是无必要佮摕身份证去买。有立委是认为，其实重点应该是要确定农民的身份哦，所以建议政府讲会使来推出农民的福利卡。农民想要买普通的农药，就要登记名姓、电话还有地址；若要买毒性真强的农药，阁要摕身份证件来进行名单的管理。农药行嘛必须2-3个月就要定期汇报农委会。毋过农委会想要进一步来推动农药实名制，买的人要登记身份证号码，业者嘛必须要逐工申报。这个加出来动作嘛引起农民甲农药行的反弹。那上传一定要有人力嘛？那如果这个人力今天请假哇？没有人可以去帮他传，那又要被罚款，就是可以达到管理的目的，资料应该最小化。草案还阁伫咧预告阶段收集意见，预计7月份会开始实施。农委会表示，推动实名制会当互管理更加完备。太多同样的名字的，而且并没有去做检核，能够更精准的掌握就是农民的用药习惯的时候，那我们的辅导就能够更精准。立委郑嘉宾捌接到民众陈情，指出实名制会对农药行造成真大压力。伊认为讲问题根本是伫咧隐瞒农民的身份，嘛提议讲会当来发行农民的福利卡。要循着对于民众、对于业者方便便利的方式来处理，照顾农民福利看牙实名，不止肥料农药，除津贴除金也要。立委郑嘉宾指出，农委会推出真侪种农民的福利，有公牛收购、灾害救助等等30几个系统。若是有一张福利卡，农民会当用卡来申请各种补助。农委会是表示，这甲推动农药的实名制是无冲突，而积极研究要安怎做，会当互农民更较方便。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总统蔡英文今仔早起接见国家升级医疗品质奖得奖的代表，蔡总统是表示讲，面对疫情，台湾升级医疗表现是真好，嘛受到国际学术界的肯定。外界正关心疫苗的进度，蔡总统嘛讲哦，咱甲国外买的疫苗，今年的第2季就会送来台湾。荣获金奖的是我们台北荣总华布瑞市政医疗团队。针对这项遗传性的罕见疾病，建立了全球最大的样本库跟治疗中心，开发出筛检技术，造福了全球的新生儿跟家长。我们已经完成签约的疫苗，预计会在今年第2季开始供货，到时候会让最有需要的人，包括第一线防疫的医护人员，优先来施打。针对咱国内疫苗研发的进度，蔡总统嘛讲，咱家己做的疫苗嘛已经开始临床第2期的实验。目前一方面是向国外来买，咱嘛家己来研究。今仔的奖嘛特别增加一个正益特别奖。蔡总统嘛正感谢国内病院，伫玻璃桃园病院发生群组感染，大家有做伙来斗3工，渡过难关。再来看副总统赖清德昨是去拜访国内3间的能源发预防社的升级公司哦。赖清德表示讲，面对疫情，台湾一定要行出家己的路，政府会用行动来支持国内公司放心去研发甲生产预防社，咱就要靠家己来保护家己。这个找人开工，副总统赖清德用行动支持台湾疫苗的研发甲制作。伊分别参访国光生物科技公司、高端疫苗生物制剂公司、甲联亚生技公司3间国内疫苗研发公司。台湾在国际社会上处处受到中国的打压，连保命的疫苗都有可能受到外力不当的影响跟干预。在这种状况之下，台湾是一定要走自己的路。详细了解疫苗研发甲制作的进度，副总统讲，徛伫咧国家战略角度看，国内家己研发疫苗是一定要行的路。目前政府采取国际采购甲国内研发并重。去年台湾防疫工作较成功，后一个阶段重点就是疫苗。那特别是在国内的疫苗研发方面呢，我们也请卫福部呢能够协助各疫苗厂商在研发费用的补助。
然后呢能够适用 EUA， 并且能够预采购，给予我们国内疫苗厂商最大的支持。赖清德讲，政府正支持国内疫苗的生产甲研发。以国家战略的角度来看，台湾需要有国内疫苗厂商，除了对生物科技产业有帮助，也希望会让建造一座疫苗的护国神山。目前高端疫苗的进度上紧，去年12月底已经核准执行2期临床试验，联合生技也伫今年1月底开始做2期修案。因那国光生技是针对1期临床试验的质量重新评估、探索临床试验。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昨宣布讲要增加聘请中共董事长赵少康来担做中央评议委员。国家通信委员会 NCC 是表示，赵少康若准担任国民党的中评委，都有可能会违反党政军条款，上济会使罚中共200万哦。赵少康听到是批评讲 NCC 是为特定的政党的服务，伊讲若是犯法，伊嘛会提出行政诉讼。国民党的党主席江启臣嘛强调讲，中评委算是顾问尔，应该无受到党政军条款的限制。中共董事长赵少康在农历过年前高调恢复国民党籍，国民党17号宣布征聘赵少康是中央评议委员。国家通信委员会表示，卡住赵少康接聘书担任中评委，向也违反党政军条款 ，NCC 会调查，若违法事实，会相关罚中共200万。光一个中央评议委员，好像不值得 NCC 这样大动干戈了。你不能因此就扩大解释说因此他就是党务工作人员。民进党一党独大也不能一党独霸到这样的地步。但顾问性职者不在此限。我们的中评委根据我们党章的相关规定，他就是建议性质、咨询性质的顾问，他没有决策权。根据广播电视法施行细则第3条，党部工作人员届时正当中庭，组织机构明定指挥之人员。中评委是属于国民党党章当中明确指挥。国民党党主席江启臣强调，中评委是属于无受薪的顾问性质，无直接限制。赵少康反倒来批评 NCC， 身为独立机关为政党服务，那 NCC 开罚，也反制提出行政诉讼。我们就是会启动行政程序去调查，也会函请相关的当事人陈述意见，有这样的罚款20到200万，不改善的话就按次的处罚。NCC 表示，将函请当事人提出意见，若调查事实违反广电法，应开罚至10到200万。记者综合报道。过年送礼哦，结果包装盒啊嘛制作本色。台北市环保局的统计，过年后哦，抓类的本色是比普通时啊加卖1倍。贴几堆的纸板甲纸，真侪本地是送礼用的包装盒仔。台北市的内湖清洁队对年节到达，就收到真侪回收物，比平常时加卖1倍。回收啊，2月份是有比较多，比1月份来讲，日平均呢，2月份日平均都差不多44公吨，1月份的平均是21公吨，的确是有比较多，增加快1倍啊。亲像水果、家电包装贴落来本数满世界，环保署嘛表示，伫5大节庆之前，拢会请各县市加强稽查。去年检，不过也发现，较会过度包装的，就是食品类甲化妆品。配合民众愈来愈重视环境保护，环保署嘛有意进一步研议加强修法，对礼盒包装来管制。现在的确，我们发现市面上有一些的礼盒哈，那还有过度包装的一个情况，目前也正在研议中。不排除我们会去加严的管制，包装的一个层数或者是它的容积比例。早伫2005年，环保署就捌公告，对4大礼盒甲电脑光碟的包装做限制，像糕仔饼的包装数量爱3元以下，其他3种是2元以下，爱用单一包材。外包装起伫内底物件的体积，比值爱伫1以下，也就是讲外包装爱比内包装搁较少。未来敢会扩大限制？环保署表示，这个部分阁会收集多方的意见，希望废弃物减量，嘛建立民众先意到比包装搁较重要的观念。记者林雅文、林玉凯台北报道。
今年因为疫情，过年去庙林拜拜人嘛减少真侪。云林北港的朝天宫哦，过去的香客、过年的游客，就比旧年减少2成以上，添游香的收入嘛减少4成。也毋过西丽福兴宫哦，因为附近有灯会，游客是真侪，都无受到影响。添公民顶的人数，阁比以早加2成。这是北港朝天宫，信众按照动线两门入去，好门出来，这拢是为着配合防疫。今年过年期间，入庙拜拜，毋但需要挂喙罨，有一寡庙阁规划动线，这是为着要甲参拜的民众分流。人大概少超2成，因为疫情的关系，采取分流的制度，所以不像以往人那么多，分流的关系挤不进来，所以很多在外面拜拜，香油钱少很多。朝天宫表示，今年采取分流，信众爱按照动线出入。有真侪人客别入来，就直接伫外口拜拜，好今年添的油香比往年减4成。另外，别了警环宫是改做用线顶点光明灯的方式来应用。点灯有哦，像阮今年嘛有线上点灯嘛，其实一寡外关系的一寡少年的，就攞来耍手机啊吼，较方便啊。灯海这种咱事前公告，所以讲哦，这个防疫距离咱经医创的这个充足快。所以讲，坐车信道，今年咱福星宫，我感觉规个赛事顶哦，西螺大桥甲咱延平老街到福星宫，咱规个拢人潮。今年哦，我甲这旅店大家在讲，机场基本2成人安尼。伫西丽福兴宫表示，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提早公告取消抢头香的活动，但是西丽灯会呼吸增加，连到吸引人阵来拜拜设灯会，而且点灯的数量也比往年增加大约2成。记者综合报道。过年哦，真侪庙司拢会抽国运签，也毋过其实国运签就是咱以早讲的四季签哦，而且每一季各行各业的运势。后来真侪人哦，嘛拢会甲国运签甲咱国内的政治、有选举来看关系。也毋过总统府嘛讲哦，那其实咱国家的运势就爱靠全体国民做伙来拍拼，会使讲哦，也得神，也得人。每年新社真侪宫庙会抽国运签，嘛因为安尼，当年度抽出的签诗要安怎解说，也会引起真侪讨论。不过有民俗专家表示，传统宫庙抽的毋是所谓国运签，是代表当地状况的公签甲四季签。龙年门天后宫总干事嘛表示，国运签毋是正式的名。按正来讲，国运签是拢抽一支是每年的啦。但是其实按的运度有分四季啦。以阮遮来讲，阮拢以四季，阮咧拢讲四季签啦。民俗专家指出，按照传统的民俗，宫庙会抽出四季签甲公签来代表当地的状况。公签是预测海潮、渔业、农业等等的自然运势，四季签是预测在地一年四季的社会情势。这2种签长久以来成做当地民众兴趣的经济。大公签咱可能就是话各行各业吼，像讲伊有这个水稻，可能是渔业，嘛有这个农业吼，四季是咱地方吼，可能一年四季吼，你这个时间点吼，无同款的这个社会情势。阮总汉嘛认为，公签即摆会变做大家所讲的国运签，其实是宫庙甲媒体合作出来的产物。媒体有这个需要的去甲宫庙做一个结合。所以为着要炒作一寡议题，所以可能会甲这个公签甲无限扩充。专家提醒，宫庙的公签甲四季签原底是根据各地的需求发展出来，甲在地较有牵连，无一定会代表规个国家的情形。公签、四季签、国运签的缘由甲变化，希望民众会当有较深入的认识。记者郭碧君、庄佩文综合报道。来看今年的大学学测，有考生甲宠物蜜袋鼬带入去考试场，结果这只蜜袋鼬是乌白行哦，去影响到考试场的特殊。大考中心早起开会，委员是决定讲，要甲这个考生的英文科扣3级分。学测的头一天，英文科60分钟，台北有一间市场，有一个考生在蜜袋鼬向乌白撞，市场人员开3分钟半来处理。这个市场延长考5分钟。面对国内头一届出现考生炸其他的生物入场，而且影响到别人的案件，大考中心用无记名的投票决议。赞成
扣3级分的有12票，赞成扣全部积分的是有2票啊，所以这样我们是以扣3级分。被第7个主人英文科考3级分，也那受影响的考生安怎补偿？代课中心表示，已经进入申诉，今仔日未公开讨论。今年考区提报违规的计共765件，无早有效的证件来考试的有451件，上侪。无关手机的是第2侪。有考生考完试才发现证件落伫座位的涂骹，阁有考生把手机放伫同学的册包，发出声音。就是依照第8条第2项扣减3级分。那包包的所有人就是乙考生，不做任何的处理。考试委员会决议，若无早有效的证件，就考迄一科1级分；若无关手机的，就考迄一科3级分。面对较无细致也是紧张的考生，代课中心表示，敢若会当请高中迄边加宣导。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景气安怎？咱来看人力银行的调查哦。今年的2月份工作有70多万的缺，是5年来上侪。半导体业欠上侪人哦，需要15万人哦。再来是餐饮服务业，嘛有12万的缺。有遮济缺哦，嘛显示讲咱国内的景气实在是袂歹。台股新春开红盘，高发会嘛正乐观看待台湾今年的经济情势展望，强调今年出口、投资、消费的3只马车会做伙来出发，带动整体经济稳定成长。根据人力银行的业者调查，牛年开工的第2天，全体经济企业已经买3.5万件，甲去年同期是增加16%。这块变济，啊，毋过工课感真正有好找。我听说很多同事要转职了，有1半以上是已经有找到工作了。今年我看还蛮多职缺的，只是都是 PT 那种比较多的。根据人力银行业者的调查，2月份的工作机会整体数量已经来到70.2万个，创自5年以来同期的第2关。开出职缺数量上侪前5大产业，以电子资讯的相关产业上侪，尤其是半导体、资通信产业开出来职缺总数有15万人。第2是餐饮服务业，嘛有12万的职缺。甲过年前受到本土疫情相关的影响来对比，真侪饭店、餐饮业取消大型的买价活动，直接冲击到第4季营收的状况，即马嘛那就已经渐渐有变好。餐饮服务业受到经济景气的影响非常快速，它在关的时候也非常快，大型的聚会取消，但是变成是小型的。餐饮服务业在小型的餐厅上面还是维持一定的动能，所以他们今年开出的直接也是第2高。另外，人力银行业者嘛表示，营建业的人力职缺增加幅度嘛强烈反弹，是5年以来1.5倍，主要受惠大商回流、热钱流入去房地产。啊，若是运输、程度的相关产业，也是受到疫情的影响，职缺甲5年前比起来是减2.5%以上。记者综合报道。疗管的手术有新的技术哦，来看一位陈先生，医生利用喙腔黏膜来定做疗管哦，对于陈先生的生活有正大的改善。那么做回来了解这项医疗的新技术。陈先提早退休啊，因为通尿管结石开刀摕出来了后，出现了下世后遗症，做了上济的支撑牙，生活受到正大的影响。第2是药内底有血，感染的风险增加。而且每3个月要更换一届，若是有一个不小心，就有失去一粒药剂的风险。叫做双肋管，让每次都会我稍微动就会尿血，所以就越来越少运动。因为摘掉一个的话，那就会也不能吃的啊，运动啊都会很不方便。非常爱户外活动的陈先，2年来无法度出门伤远。泌尿科的医师就给建议，以喙腔黏膜来重建通尿管下世的问题。甲传统无同，毋是加掉部分的通尿管，佮家填起来，以喙腔黏膜来修补的手术，空喙较细，复原较紧，嘛会用互通尿管有较好的弹性。但是如果患者下世的成因无法度排除，抑阁是有复发的可能性。输尿管上面血管供应的情况，那我们待会要将这个口腔黏膜皮瓣铺上去的时候呢，我们就要避免去伤害到这些血管。目前世界上没有一个适当的医材，那所以在国外他们有用这个口腔黏膜，就是取那个口腔内的一个皮瓣下来，然后把它卷成输尿管的形状包上去。医师指出，通尿管下世分先天甲后天，后天往往因为结石或者是类似经手术来引发。用喙腔黏膜来修补通尿管，
只要联络高度爱有够，而且对下视范围较长的病患较有效，透过微创手术来恢复健康的生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正月20是客家的天传日，新竹县今年是踮新埔规划真侪艺术的展览幕，咱嘛做伙来欣赏。在地彩绘老师用女娲补天做主题，创作今年新竹县天传艺术展览的主题，象征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的开始。主题特别采伫咧有200多栋历史的新竹县古迹新埔潘家古厝头前。民众来家除了会当看灯会，也当看古厝。春夏秋冬已经开始运转了，所以这个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这些事情才从这个民间故事这样流传起来。所以我们今年就采用这个意象。天传日是客家庄特别重视的节日，对客家人来讲，意思就是开始一年的工课，也有资源永续发展的意义。就是过了天穿以后，农民要开始忙，要耕作了，所以天穿日是这样子来的。天穿日过后，天气春天来临了，会下雨的，我们农夫要耕作了。除了有朱灯加古迹通看，另也有一片花海加几落款的花灯，过无几天就是元宵啊！民众会当来遮看灯赏花，也让更加了解这项客家文化。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屏东有一间100年历史的家祖天主堂，已经爬远半世纪了。屏东县政府编经费来整修，已经整理好势够长哦。这嘛是推广屏东可可啊巧克力的基地。屏东的地理甲气候真适合可可啊生长，种做出来品质1粒1。利用屏东的可可啊制作的巧克力豆，伫世界得到侪大奖。吸引愈来愈侪人去到屏东种可可啊，地方家己创立的品牌就超过30间。不过农民业者拢是靠家己咧拼，资源无法度整合，技术产业无法度进一步发展。屏东县府为了解决问题，就决定甲有100年历史所荒废的家祖天主堂整修，当作推广屏东可可啊的基地。其实我们这基地最主要就是希望，就是我们可可家族，我们从以前到现在辅导我们的可可小农这部分，在产业运作上面，我们都非常需要有个空间。修复好势，家祖天主堂唔但提供平台，互种可可啊的农民互相交流，佮规划空间，要招厂商同齐为巧克力豆的产业来拍拼。当然，我们历年辅导过的这些的小农还有青农的部分，我们都会极力的邀约他们共同来参与，因为整个培植下来，他们已经有一个成熟的样态。要来做生意，就要有人客。荒废半世纪的家祖天主堂，搭正做台湾第1个公部门客庄可可啊园区，有关佮保留白色的教堂建筑，建筑内有无共风格的市啊，选种特色的餐点，佮有安排趣味的体验，就是要向游客到地突破产业的困境，展现在地品牌的实力。记者综合报道。真侪人伫细汉的时阵，拢会去庙口看歌戏，嘛真爱去戏棚后台看演员化妆准备。屏东潮州的戏曲故事馆哦，甲后台一寡秘密拢展览出来，那么做伙来了解。讲到戏人，就是演戏人员伫咧戴服饰道具的箱仔。若是愈侪卡戏人，就代表一个叫小愈清。戏箱内面是缀什么款的物件，是大家上想要知影的宝贝。伫屏东的戏曲故事馆，这回也用戏人做主题，来看歌戏演员的各项宝贝。这次屏东戏曲故事馆，其实馆从以前到现在都是以歌仔戏、布袋戏还有皮影戏这3个剧种去做相关的展演或是展览。那这次我们特别是以歌仔戏的戏龙乾坤去做一个主题，那主要是希望民众从以往在前台欣赏歌仔戏的这个角度，可以转往从后台，可以知道就是歌仔戏它的后台有哪些很神奇的地方或者是秘密。这回展览的服饰包含歌戏每一个时代无同款的风格，有台湾绣罗、镜皮啊，也有变体加电视歌戏的戏服，甚至连头叉也有传统台湾歌戏的小段大头，到叮叮咚咚的大头风啊，就是希望透过拍开戏箱的展览，互民众对着歌戏的戏台缩影，深深体会到台湾歌戏的艺术。那安尼生要囡仔来参观，用浸水式教育方式，互文化教育对细汉开始。除了让我们民众了解我们的戏曲以外，我们更加让我们在地
一些的文化能够传承下去。我们现在潮州幼儿园让我们的小朋友下一代能够更了解我们在地文化、戏曲的文化。展览唔有戏箱内面的宝贝摕出来展览以外，阁有准备戏服，通好互民众做体验。唔但会当参观，看是要装作是穆桂英，也是杨宗保，体会到人生大舞台、戏台小人生的道理。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花莲县大溪国小今年伫歇馆的时阵举办无人机的营队，或者的囡仔会使了解甲实际操作这种真实件的无人机，希望自细汉就来培养因接触新科技，明白一寡科学原理。囡仔人头一回操作无人机是真欢喜，算甲嘴也开开，规个眼神是看甲唔甘面。大溪国小趁休馆甲嘉禾华人教育协会合作举办无人机营队，互囡仔们捌上新科技。无人机它是用手操控的，然后一般的飞机它是要用手直接飞出去，就是知道飞机上升的原理。我刚刚操作无人机，有新奇的感觉。营队老师带囡仔人操作，搁到运动场试飞各种飞行机，有一般手体，也有真零直升机，透过实际应用，互囡仔人了解高深的飞行原理。之所以用无人机的话，是因为我们认为无人机它会飞会动，更能够引起小朋友的兴趣。利用这些比较简单的飞机去跟小朋友讲，类似像转动惯量守恒、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然后还有白努力定理跟一些相关的原理。囡仔人对校馆参加营队，接触新奇事物，吸收新型知识，培养科技素养，也寄望启发对科学的兴趣。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花莲县有一个社区请老师来教整年的阿公阿嬷用套水果的螺仔，搁再利用做成球仔。这老大人是讲无想到讲这种本地要单调的物件，会当变做是厝里排水的物件，实在是真趣味。老师伫头前甲阿公阿嬷一步一步来解说，因为即摆手艺课程真特别，要将一寡原本包水果的螺仔变成一支搁一支的流水，毋但好食的时代会当活动因的手指头仔，也落实回收再利用的观念。材料随手可得，一般的那个水果那包水果的那个套袋我们丢去很可惜，我们就把它拿来利用利用就是把它剪一剪做一支很漂亮的稻穗大家可以动动脑动动手可以灵活的去运用。嘛毋忙透过这款课程，予阿公阿嬷有较侪机会去运用手目来减少因失灵的风险。因为我乐龄有排那个爷奶手工艺这个创作，所以这个课程我有每一个星期都有排一堂课。有因对老大人也当手当读课，延缓他们的收能。社区针对时代特别开课，或者阿公阿嬷会当哪做哪学，大家对课程也拢是真娱乐。不错啊，可以让我们动动脑、动动手，可以手脑并用手脚灵活。这就看戏的欢喜啊，系啊。你做起来有好看无？有啊，我觉得很好玩，因为今仔这是做环保资源回收了后摕起来的物件，咱用废物利用，所以做这个蛮简单的一个花。这个课程毋但互时代会当用手指头仔做运动，伫制作的过程当中，嘛更加了解回收再利用的观念。透过这款实际行动，有影展现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这阿公阿嬷也是愈做愈活力。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南投的草屯，有愈来愈侪农民开始种有生产履历的金瓜。目前是金瓜大出的季节咯，也毋过因为星期三天气上过烧热，雨水较少，所以产量有较少。辣子金瓜是南投县草屯的高经济作物，但因为旧年生产期气候上过烧热，只是讲即摆的金瓜肉质拢较大，甜度也无用过好。迄阵种的是烧热，烧热上长紧。成长紧的是鸡仔身本身会较拍一丝甜度当然是嘛会较差一丝丝啊。
农民伫议院10几年前就开始种辣汁金龟，种植的经验互伊有真好的技术。毋过最近这几年，伊开始加入去生产力的行列，希望互消费者食得安心。今年佫伫比赛内底得奖。增加这个生产利率吼，用药的这个安全这个问题，所以讲大家渐渐啦，从你这栽种的哦，咱嘛渐渐了重视这个生产过程哦，用药啦，还是这个品质哦，大家拢有咧讲究啊。因为辣汁金龟是高经济作物，愈来愈侪农民投入去种植，嘛有农民表示讲，种这比种稻仔的收入更较好。技术啦、地质啦、管理方面，大项拢气候，拢可能拢加减有差一寡款啦。农民哦，看通至少有法度加减增加收入一丝也无啦，就加减种安尼，算种起来都比较甲稻仔安尼有比稻仔较好一丝。种出好品质，人客食好斗相报。农民透过自产自销的方式，希望拼出一条新的道路。记者综合报道。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28度；中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3度；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4度；东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19度；外岛地区上低11度，上悬18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